来看回答台湾总部用地卡关哦，新光领袖张新民指出讲，台北市政府负责协调台北树林科技园区 T17 到 T18地上权的移转，才会卡关，佮呼吁中央出面协助。今仔早起，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国庆升旗典礼时表示讲，新光领袖过去3冬来拢无开发土地，今年7月市政府就一定通知讲，若无要开发，会解约，把土地收回来。 新售它心肌病变成不再存续，那当然基于这样的状况，我们不容许持续3年多都没有开发行为，接下来就会走入到终止合约，我们就会将土地收回。 蒋万安强调讲，回答嘛已经有通知市政府到找台北市其他的土地，产权较复杂的 T12，即马嘛会整合，佮剩3、4个地主还未答应的领，机会是真大。蒋万安嘛强调讲，回答是望新光领袖甲台北市政府解约，市政府佮再透过专案甲地上权设定互回答。